氣候變化同埋可持續發展嘅議題，作為一個有責任嘅藝術家同埋文化領袖，我哋需要重新思考可持續性發展嘅方式，嚟推動藝術同埋可持續性嘅未來。呢個議題除咗需要提高公眾嘅認知，更加需要從藝術製作上採取實際嘅行動。香港演藝學院對綠色製作同埋綠色劇場嘅發展已經喺我哋課程上加強咗教育。今日我好高興有兩位舞台製作同埋藝術學院嘅同事阿 May 同 Jerman， 通過佢哋嘅分享，點樣引導學生改變佢哋工作方式，令到佢哋更加尊重同埋保護我哋呢個地球。大家好，我係 May 歐，香港演藝學院製作管理嘅系主任。我叫 Jerman， 我同 May 主任咧係同一個系嘅，咁我係技術指導嘅講師。我哋今日咧就好開心嚟同大家想做一個分享，就係有關我哋香港演藝學院啦，我哋製作及技術管理嘅一啲喺香港演藝學院做我哋舞台製作同埋呢個綠色劇場有啲乜嘢嘅關係咧？咁我哋希望想今日趁呢個機會咧，同大家做一個少少嘅分享嘅。咁我哋係嘅專長係咩咧？就係一個好嘅表演當然就有一個好嘅劇本啦，好嘅 idea 啦，每個設計師都有一個好好嘅 design 去擺出嚟。我哋嘅專長咧就係睇下點樣將呢啲 ideas 咧facilitate 變成一個真正嘅演出。當中有好多環節嘅，例如一啲討論，我哋應該要做一啲點樣嘅決定，或者係揾一啲乜嘢嘅材料，用咩嘅方法去將嗰個概念咧就變成一個真正嘅演出，令到個演出同埋藝術家可以同觀眾有個 connection。咁喺2025年啦，咁我相信咧，或者我哋好多同事都覺得咧，咦會唔會點樣定義一個好嘅演出，或者定義一個好嘅製作，可能係多咗啲元素嘅。可能當然啦 obvious 嘅，有啲演出係好感人嘅，有啲演出係好長壽嘅，咁嗰啲就固然係受歡迎或者係好容易俾同觀眾拉到一個關係嘅演出。咁2025年我哋多咗講可持續發展，即係講緊地球資源同埋地球嘅將來。咁人類亦都喺地球入邊。咁究竟製作嘅專業會唔會係需要有一啲思維可以幫到手，去令到可持續發展呢個目標係可以同劇場同社會更加有關係？亦都會今日咧，同大家可能分享一下咧，我哋香港演藝學院喺過去或者將來，我哋會有啲乜嘢嘅踏實啲嘅工作啦，或者係一啲理想咧想實行嘅。咁而家 Jerman 咧，佢亦都會有一啲有關可持續發展嘅一啲概念啊，或者有啲有關嘅知識咧，可能會同大家一齊分享喎。咁頭先就講到即係好嘅製作喺而家呢個社會討論入邊，我哋會點睇？我哋可能今日用幾個方向去拆解。第一就可能會講講點解劇場我哋而家其實需要走向環保咧？跟住我哋劇界其實可以做啲咩嘢帶頭咧？咁當然其實好多嘢係未有答案嘅。咁例如有啲咩未有答案係需要我哋一齊幫手諗下嘅咧？同埋未來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可以裝備我哋自己同埋我哋嘅機構去迎接未來。咁首先，不如就講下點解要去開始做呢個角度去睇出去啦。首先咧，其實我諗好多人都會相信劇場同埋戲劇咧本身就係反映緊社會嘅脈搏嘅，往往好似一塊鏡咁樣樣。如果社會上邊係大家都緊張嘅議題咧，可以透過劇場幫大家抒發到個聲音出嚟咧。劇場其實係可以引發討論一個好地方。你諗諗啊，即係如果上一次你睇咗一套戲，係好正嘅，係好有印象嘅。你往往就會喺嗰套戲完咗離開咗劇場之後咧，你會去翻出去社會同人哋討論嘅。戲劇往往就係有咁樣嘅力量。戲劇亦都可以帶動到一啲情緒，令到一啲抽象嘅想法具體化，更加推動到我哋下一步嘅行動。個世界咧其實就變得好快。我講緊嘅係我哋所住緊嘅環境同埋個氣候。個天氣咧好明顯都已經同我細個嘅時候唔同咗啦。更加多嘅颱風啦，水浸多咗，天氣熱嘅時候咧就好熱。如果大家中意行公園嘅話咧，可能都會察覺到公園入邊嘅動物同植物都已經有啲唔同。大家都會見到世界各地咧都多咗洪水、旱災，可能會有水平面上升，
一啲以前適合居住嘅地方或者適合做農作物嘅地方，而家都唔適合啦。咁就會引致好多氣候移民。咁呢啲挑戰日日都係喺我哋身邊嘅。劇場嘅觀眾可能係希望，無論係喺劇場嘅題材或者係劇場嘅製作方法，需要回應呢一個轉變。咁所以咧呢個就已經係帶出咗第一個點解啦。表演藝術我相信係要同社會連結嘅。劇場關心環境，就可以真正走入去觀眾嘅心入邊，講到同社會同步嘅故事。如果舞台嘅製作堅持唔去處理 climate emergency， 有可能會慢慢俾人覺得咧，我哋唔夠 update 啊，甚至我哋唔能夠再喺社會入邊帶出影響力同埋引起討論。英國 ABTT 嘅期刊 Sightline 喺2025年嘅秋天咧，有一篇文章引用咗喺2025年所發布嘅一個報告，入邊提到咧有69% 嘅 UK theatre， 即係屬於 Society of London Theatre 嘅 UK theatre 咧，都開始用緊 Theatre Green Book 去做指引，協助佢哋點樣 facilitate 個製作。咁所以其中一個觀察咧，就係而家喺2025年社會嘅風氣同埋社會嘅價值觀咧，同好耐以前已經唔同咗啦。喺好耐以前，可能我哋會覺得做可持續發展咧係額外加分嘅嘢，但係而家好可能已經成為核心要求。點解會咁講咧？英國一間公司叫 Indigo， 佢喺2024年一個調查發現，有72% 嘅觀眾咧認為文化機構係有責任去影響社會關注氣候改變嘅。而喺香港，根據香港可持續消費調查2024，有77% 嘅受訪者都認同咧，消費者係可以透過購買一啲可持續產品嘅服務咧，為社會同埋為環境嘅發展作出貢獻。所以無論係喺香港定係世界各地嘅觀眾，我哋嘅消費者，其實係明顯我哋睇到咧，對劇場係有期望嘅，而我哋都係好有誘因咧去回應呢啲期望。例如啦，喺我哋製作過程去做一啲回收再用啦，我哋減少廢物同埋減少用一啲有毒嘅物質，我哋開始諗下點樣做低碳嘅循環，希望咧就可以引發討論同埋為社會咧作出一啲貢獻。咁所以咧，綠色認證已經唔係好耐以前我哋會認為嘅小眾嘢，而家可能係要贏得觀眾支持，獲得贊助者嘅 support 同埋社會信任嘅基本條件。換句話講咧，呢個係我哋同社區建立基本信任嘅一個條件。用另一個角度睇，有啲人可能會覺得最緊要我哋係符合到法律同埋政策嘅要求，而往往咧政策同埋法律咧係回應緊社會要求嘅。如果天氣越嚟越差，好可能政府喺法例上咧都會遲早會有啲新嘅法例。全球有好多行業咧都會已經被要求咧要自己負責返自己業務所帶嚟嘅污染同埋對環境嘅影響。雖然劇場而家未必係主要規管嘅目標，但係亦都唔排除將來我哋都要接受更加多嘅規管。而我哋往往咧都係好可能會覺得規管咧係會影響咗創作嘅空間。咁與其我哋坐喺度等新嘅法例走出嚟去限制我哋嘅創作，咁不如主動啲，我哋而家就試下點樣可以同時保護到我哋嘅創作空間，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回應到社會嘅要求。到時劇場咧就可以成為成功嘅例子，甚至係可以為嗰個規管提供一個 example， 提供一啲 information。將來嘅規管應該係點樣咧？我哋係咪可以提倡劇場自我規管咧？就唔需要被動咁樣被限制啦。另外，劇場嘅影響力咧，其實係好大嘅。你有冇諗過有一啲時候，我哋自己生活嘅行為其實都係會由因為劇場入邊一個經歷而改變嘅咧？你試下幻想下，如果有一個年輕嘅觀眾，佢睇完一套劇，佢發現個 set 好靚、好特別、好 stylish， 跟住佢再睇一睇場刊，就發現原來有好大 percentage， 甚至係100% 嘅佈景咧，都係循環再用嘅。而佢就啟發到佢可能原來循環再用都可以好 stylish， 都可以好 practical， 都好可以令到佢生活多一點嘅色彩。可能就可以motivate 到佢自己試下開始揾啲二手嘅靚嘅東西去佈置自己間屋，或者你又諗下，可能喺將來完成咗一個 concert 嘅時候，返屋企大家唔使 call 的士，因為的士咧碳排放其實好高嘅，因為主辦方做咗一啲考慮，做咗一啲協調，
大家元蘇咧都仲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翻屋企。咁其實劇場入邊一啲選擇就已經正正改變咗大家生活嘅選擇啦。呢啲咁嘅改變加埋埋，好快就可能會擴散到成個社區，去到唔同嘅劇院，去到唔同嘅城市。綠色劇場係可以由小嘗試慢慢變成大家為可持續生活嘅探索。你幻想下，可能你下一個劇季就已經 achieve 咗 Theatre Green Book 入邊嘅中級認證，大家真正地好自覺地已經習慣咗同揾到方法，點樣去揀慳電嘅器材，我哋點樣去回收同再用一啲佈景，我哋點樣有一個方法去同其他劇團去交換物資。咁所以屆時我哋講環保就唔再係做俾人睇，我哋係真正地關心緊人同埋地球，係由劇場去作出改變。我嘅專業係技術指導，其中一個考慮或者其中一個範疇咧就係 health and safety。我一路做探索嘅時候咧，就發現原來 sustainability 咧同 health and safety 係好有關係嘅。原來人嘅健康係需要靠一個健康嘅環境去 support 嘅。所以如果我哋喺劇場入邊真正為咗環保同埋為咗自己健康，減少使用有毒嘅物質同埋減少污染，唔好話為咗地球，其實直接會幫到大家做藝術家同埋作為人類嘅健康出一分力。咁即係可以做咩呢？以材料為例，即係好似油漆咁樣啦。如果我哋想改善空氣質素，減少對環境嘅影響，甚至係令到大家工作環境安全啲，我哋可以選用一啲水性嘅油漆，而唔係用一啲油性嘅油漆。喺排練室或者工作坊，如果我哋增加回收，咁個地方都會變得乾淨啲，大家工作都會安心啲。所以綠色嘅做法咧，唔單止係幫到演員同埋工作人員，係往往連觀眾咧都可以有更加舒適嘅體驗。環境同埋個人健康係永遠都係息息相關嘅。我哋要記住，我哋其實需要做嘅係為人類嘅將來作一啲打算，唔單止係保護個環境，更加係保護我哋嘅將來，令到我哋更加有空間去做創作同埋關心社會。咁所以而家目標已經好清晰啦，但喺知識同埋務實層面，我哋咧其實就真係仲有好多問題未揾到答案嘅。劇場如果要全面轉做環保，仲可能將來係希望做到零排放或者係 net zero， 好明顯而家我哋仲有好多 gap 嘅。唔好話香港，就算全個世界咧，其實仲有好多地方都係摸索緊。換句話講，喺知識同埋經驗層面咧，我哋仲有好多空間咧去建構一啲嘢出嚟。咁所以的而且確，劇場入邊每一個從業員而家都係喺探索嘅期間，我哋都會遇到好多唔識或者諗唔通嘅嘢。綠色劇場咧係唔會一夜間突然間搞得掂嘅，我哋需要慢慢去嘗試啦，慢慢修正，過程入邊需要檢討、討論，跟住再諗方法。最重要係喺每一次我哋做一啲結論或者做一啲小結，睇下下一次點樣可以做得好啲。一如以往，我哋做協作嘅能力，即係 collaboration，係我哋最有效嘅工具。唔同嘅製作、唔同嘅團隊都有唔同嘅做法。其實咧，點樣達到綠色劇場係冇一個完美嘅公式嘅。最緊要係用我哋嘅 collaboration 嘅方法去總結一啲經驗，同大家分享，跟住可以參考，咁就可以事半功倍。除咗人，我哋仲有好多嘢可以幫到我哋嘅。我哋而家有新嘅 technology 啦，我哋可以推演一啲新嘅政策啦。每間公司入邊咧都有唔同嘅資源，而我哋需要發展嘅方向都可能有少少唔同，所以我哋要考慮外部同埋內部嘅因素，跟住慢慢適應。呢個過程係好考大家嘅耐性同埋韌力嘅。我哋要記住咧，劇場唔係靠一兩個人就可以支撐到大嘅改變。我哋需要劇場入邊每一個參與劇場嘅人互相支持、互相分享，去總結經驗出嚟，令到大家學有所成。我哋需要做嘅係 take baby steps， 細步咁樣去嘗試，令到每一個 idea 都可以試一試，係咪可以令到我哋慢慢達至到 sustainable 嘅 theatre。我哋以前聽做環保或者做減廢，往往係諗緊點樣用慳電啲嘅器材，我哋點樣可以減少啲廢物。原來咧係有人去探索過呢個思維嘅。喺一篇論文係由阿 Beer 博士同埋 Hess 博士喺2017年寫嘅一篇論文咧，佢就提出頭先所講，我哋睇下點樣去減廢或者係用一啲比較慳電嘅器材。呢個概念叫做 eco efficiency。
佢提倡我哋做創作嘅應該要考慮 eco creativity。個意思係點樣咧？除咗我哋單單去用一啲慳啲少啲或者唔做，可能係回應唔到我哋最需要回應嘅嘢。有研究話，我哋嘅 resources 嘅運用其實有好大 percentage 咧係 lock 咗喺個idea 同埋個 design 本身嘅。所以如果要 address 埋呢一方面嘅 resources 運用，我哋需要做到嘅係 eco creativity。eco creativity 係咩意思咧？即係一個創作概念，由個創作概念開始，我哋已經考慮埋對環境嘅影響。即係話，我哋係咪一定要做新嘅嘢咧？我哋點樣先至可以就地取材去做我哋嘅創作咧？我哋有冇可能去用一啲已經存在或者係存放咗嘅物件嘅空間去講我哋嘅故事，去創造一啲 moment 咧？咁佢就話啦，其實環保同創作咧係唔會相衝嘅，兩者係相輔相成。例如有啲人覺得一啲嘢已經係垃圾，佢再冇價值㗎啦。但喺藝術家嘅眼中，佢係咪真係已經再冇價值咧？定係其實可以用佢去創造一啲新嘅體驗俾觀眾咧？所以佢哋講到俾我哋聽，我哋如果要做到 eco creativity， 最緊要就係唔怕嘗試。我哋做完之後有檢討，同埋一路修正，就可以慢慢訓練到我哋嘅 eco creativity。你會好容易見到世界各地唔同嘅藝團都開始用呢個 concept 去展開一啲討論，並且去做一啲嘗試探索呢一條路。講到點樣實踐環保劇場，呢幾年最大嘅其中一個 progress 咧，好可能就係英國出咗一本叫做 Theatre Green Book 嘅參考書。呢本書咧係由一班劇場人喺英國咧 Covid 嘅期間咧齊心搞出嚟嘅，慢慢咧就傳到世界各地。佢哋覺得劇場要用真正嘅改變咧，去幫助個社會，自己行第一步出嚟，去講到俾人聽，我哋係有方法去達至到 net zero 嘅。Theatre Green Book 最大嘅賣點咧，唔係就係叫你慳啲啦，做多啲回收啦，佢正正就係包含咗 eco creativity 呢個概念落去，將佢變成我哋 production process 入邊嘅一個 model， 用一個 practical 嘅方法講俾大家聽，點樣透過溝通同埋 collaboration 係可以達至到 eco creativity。Theatre Green Book 咧仲有好多 tips 啦、工具啦，去幫你或者教你點樣收集數據。呢啲數據係可以幫到手之後做 audit 或者係做 evaluation 嘅時候咧，睇睇個成效如何。咁我哋就會可以有方法去知道下一次嘅調整應該點樣做。Theatre Green Book 其中一樣會 invite 大家做嘅，就係個藝團先 make 一個 preliminary 嘅 commitment。preliminary commitment 咧，其實就好似係一個綠色政策一樣，入邊就會由管理層去承諾，機構已經準備好做一啲綠色減低環境影響嘅改變。下邊咧就係有幾個元素嘅。第一就係清楚咁講俾大家聽，藝團咧已經決定咗要行可持續嘅路線啦。跟住亦都會 make 一個 commitment， 就話藝團咧係會成立一個 green team 或者 green committee， 去揾唔同部門嘅管理層或者唔同部門嘅參與者一齊去參與下，我哋點樣可以 bottom up 去做一啲嘢，幫到我哋做到 sustainability。跟住就係 make commitment 咧去做一個 action plan。即係個 roadmap， 幾時會發生啲咩事，亦都會一齊諗下點樣收集數據，同埋點樣計算成效。最後就係一個 communication plan， 即係講固定同埋 ad hoc 嘅 communication 應該點樣做，令到我哋可以監察到自己嘅成效。正如我頭先咁講，呢個 preliminary commitment 就即係藝團嘅環保政策。當呢個政策成立咗之後，由呢一刻開始就可以將可持續發展嘅文化植入公司，每一步都有人負責，過程係透明嘅並且係清晰嘅。Theatre Green Book 所講嘅唔止係 green production， 其中一樣所講嘅係 sustainable operation。劇場嘅劇團仲有啲咩營運需要咧？例如票務、宣傳等等，點樣可以做得更加環保咧？另外有另一個 chapter 就係講 sustainable facility。即係講緊劇院嘅設施同埋大樓應該要做一啲咩改變，同埋一啲設計，就令到可以一齊變成 sustainable 咧。Theatre Green Book 入邊訂立咗3個環保目標，等劇團咧可以按住自己嘅程度啦，或者按住自己嘅探索咧，慢慢逐步咁樣升級。第一個目標咧就係 basic 咧係入門版，最重要係大家嘅選擇同埋大家嘅工作有實質嘅改變，唔好流於表面。
佢會有啲目標提醒你嘅，例如希望啲佈景啦、道具啦、服裝大概起碼有一半咧係翻用嘅或者係翻新嘅，並且完咗 show 之後咧係有循環再用，佢哋唔會就咁去堆填區。下一個目標叫做 intermediate， 進一步要求就係希望大家真正咁樣使用eco creativity， 希望每一個製作入邊咧都可以再多啲翻用，少啲嘅廢物產生出嚟，多啲去減少能源嘅使用，而唔係得個慳字，係喺 eco creativity 入邊真正咁樣運用。第三個終極嘅目標咧就叫 advance。advance 嘅目標咧係真正咁樣達至到 net zero， 即係話個碳排放係近乎零嘅。咁當然啦，咩叫做 net zero？ 咩叫碳排放近乎零咧？個概念係究竟我哋產生咗嘅碳排放會唔會由我哋慳咗嘅碳排放可以中和到咧？每個部分咧由頭到尾係咪有真正咁樣使用到 eco creativity， 試下降低嗰個 waste？ 我哋可唔可以多啲用本地生產，降低 transportation 嘅碳排放？我哋可唔可以多啲用再生能源？喺設計嘅時候都可以考慮係咪可以重新翻用？伸展去到行政同埋 marketing， 我哋都唔會忽略嘅。如果你做到 advance， 自然然就係一個 case study 嘅好 model。Theatre Green Book 亦都提供咗自我認證嘅方法。當你喺檢討嘅時候，發現你已經去到某一個標準，你可以自我認證去同觀眾同埋同社會講，你已經去到呢一個 standard 啦。香港係一個獨特嘅城市，往往咧唔係外國一個成功嘅例子或者經驗，我哋就咁搬過嚟香港咧就會 work 嘅，所以俾咗好多發展嘅空間俾我哋。首先，劇場製作人喺市場入邊其實都可能係消費者，我哋都係買市場上面嘅物件嚟做 show 嘅，好可能呢啲嘢唔係本地生產，特別係大型嘅佈景同埋裝飾，好多都唔係本地生產嘅，我哋未必對個製作過程係有 say 嘅。另一方面，減廢講求翻用，香港地方資源有限，如果我哋真係想做一個中央儲存庫，唔同劇團可以入去攞資源出嚟回收同埋翻用，甚至係翻新，咁我哋係咪真係可以揾到呢啲咁樣嘅資源翻嚟咧？但係如果做得到係好犀利嘅，我哋就可以發展到本地人才同埋本地嘅經驗。如果可以長遠咁樣喺本地揾到一個做加工同埋共享嘅工場，唔單止我哋會減少到運輸嘅碳排放，我哋更加會俾到空間咧，本地嘅設計師、本地嘅創作者可以更加頻繁咁樣去到工場空間，同師傅共同協作，不斷咁樣嘗試現有嘅物料同埋物資點樣可嚟做新嘅製作，兩者得益，我哋又 cut 到成本，又可以多咗創作空間，甚至可以永續咁樣培訓到本地人才，成個產業就可以有更加好嘅長遠發展啦。咁香港人咧就好心急嘅，我哋要小心唔好追求一刀切嘅方法，或者好快就達到目標。我哋一定要俾耐性，靠大家慢慢一齊傾。究竟唔同類型同埋唔同規模嘅劇場同埋劇團要點樣做先至最啱到自己？咁樣我哋先至真正可以揾到香港嘅綠色路線。另一個困難咧，就係往往我哋如果想去買一啲嘢或者 make 一啲 choice 嘅時候，我哋背後關於環境保護嘅資料咧，可能係唔夠嘅。其中一個例子係啲 product 嘅 carbon footprint 或者嘅物料來源同埋成個生產嘅程序，我哋係咪可以透過作為一個消費者會得到啲資料咧？作為消費者，如果我哋想憑我哋嘅 information 去 make 一個 informed good decision 嘅時候，係好需要資料。如果連資料都冇，我哋就好難講到俾人哋聽，我哋其實個成績做到幾好。如果真係缺乏資料，點算好咧？其中一個可能性係業界可以做政策倡議，我哋可以同社會講，我哋真正係有個需要咧，需要知道市場上買到嘅物料背後嘅綠色資料係點樣嘅。如果可以誘發到社會討論，令到供應商需要提供環保數據，咁樣就好犀利啦。無論你係普通嘅消費者定係一個創作人或者製作人，你到時就會可以揀一啲傷害細啲嘅、更加環保嘅方案去做你想做嘅嘢。呢個就更加係幫到社會進步嘅一環。當有數據、有透明度，我哋就可以跟進同埋檢討。面對住咁多困難同埋 uncertainty，growth mindset 可以係幫到手嘅。
呢個概念係由史丹福大學一個心理學嘅教授所提出嘅。佢認為持有 growth mindset 嘅人咧係唔會因為第一步行唔通就放棄，反而佢係會可以不斷咁樣問咗咩方法咧，不如再試下。呢個係好好嘅機會咧，去令到我哋藝團唔同嘅同事同埋成員去 empower 到自己學識點樣用 growth mindset 去處理 uncertainty。即係有 setback 係唔緊要嘅，最緊要係我哋慢慢咁樣去一個一個難關咁樣突破。講到環保咧，其實係冇標準答案嘅，所以只要肯繼續嘗試就可以啦。香港嘅劇場同埋藝團一直都係領導緊社會改變。如果你睇睇藝術機構佢哋嘅 mission statement 同埋佢哋嘅 vision statement， 你會見到我哋係好希望做到 equality、多元共融等等。而我哋過去都真係已經推動咗好多包容無障礙同埋 inclusiveness 嘅 project。藝術嘅卓越，即係 artistic excellence 同埋 social responsibility 係分唔開嘅。我哋而家只係需要再加埋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呢個概念落去，咁就可以令到我哋嘅創作唔單止係靚，更加會係有 noise 同埋可以對社會有 impact。喺行政方面，幻想下他日社會嘅討論成熟嘅時候，我哋可能係可以喺聘請同埋採購合約入邊加翻 sustainable 嘅 commitment clause 入去。咁到時我哋就好清楚去同員工、同合作伙伴去講我哋嘅 expectation， 好清楚咁樣同贊助機構講到我哋嘅目標同埋我哋嘅 commitment。咁樣我哋藝團喺製作入邊就可以真正咁樣回應到聯合國嘅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為地球可持續發展做出榜樣。咁今日咧，我哋就會聚焦一啲喺英國同埋國際嘅組織同埋機構，睇下佢哋點樣帶領劇場同埋相關嘅行業走向更環保、更可持續嘅未來。通過創新、合作同埋行動，等我哋可以參考一下呢啲嘅社群點樣改變我哋對創作、對人同對地球嘅態度。綠色劇場咧，唔單止係講緊重用或者回收咁簡單嘅。每一步嘅製作都要有意識咁樣去選擇，由搭台啦、燈光、服裝到咗能源嘅管理、廢物處理都係包埋嘅。其實呢一個運動咧，唔係一時興起嘅，而係喺世界各地劇場喺度不斷咁壯大嘅一個共同目標嚟嘅。等我帶大家環遊下世界，睇下推動可持續劇場嘅領先組織啊 ！The Greenhouse Theatre。The Greenhouse Theatre 係英國首間零廢棄嘅劇場，由 Ollie Savage 帶領。佢哋由設計、製作到宣傳，所有嘢都係用回收或者二手材料製作。目標係喺2030年完全撤離主流原料，自給自足。佢哋善用自然光同埋碳中和嘅電力，無論係喺服裝定係市場推廣，對環境嘅影響通通都減到最低。而自2008年起 ，Broadway Green Alliance 帶領美國劇院推動環保，好似更換 LED 燈嘅機制啦，每年減少超過800噸嘅碳排放。佢哋推動布料同埋織物嘅回收，定期搞工作坊同埋啟動綠色隊長網絡，去支持更多百老匯同埋業內嘅人加入可持續轉型。Stages。Sustainable Theatre Alliance for a Green Environmental Shift 係歐洲同埋亞洲14個劇場組織嘅聯盟。佢哋最大嘅特色係唔會搬人或者搬實際嘅佈景去巡演喎。佢哋直接利用當地嘅演員資源，減低出行嘅排放量，仲用緊一個叫 Donut Economics 甜甜圈經濟模型分析同埋改善劇院營運。可以持續又能夠本地化。我哋又去下睇下英國 Sustainability in Production Alliance， 又叫做 SIPA。SIPA 嘅使命係喺劇場製作行業中推動文化嘅轉變，確保呢個行業喺全球嘅範圍裏邊可以成為一個喺社會經濟同埋可持續性係可以結合嘅行業。佢哋嘅目標係同業界共同創建一個可持續發展嘅文化。呢一個文化會喺供應鏈嘅各個層面同埋製作生命週期裏邊，每一個階段都做得到支持。
而家同大家介紹多幾個喺英國推動可持續發展做得好出色嘅組織。第一個就係 Theatre Green Book 劇場綠皮書，呢一本書已經成為行業人士推動綠色製作嘅必備指南，內容相當豐富，由概念指引至到點樣揀合適嘅可持續物料，減少浪費，到更加聰明咁樣使用能源，佢哋嘅實際又全面，而且得到整個劇場嘅社群廣泛嘅支持。其次就係 Eco Stage Pledge， 呢個唔單止係口號，而係一個真正嘅公開承諾。聯盟成員會公開表示支持生態友善嘅製作方法，並且唔止係講理論，而係分享實際嘅經驗同埋案例研究，從而激發更多嘅創新，並且令大家都要負責同埋互相督促嘅。最後要提嘅就係 Sustainable Design Working Group， 呢一個小組集合咗設計師同埋專家，研究最新嘅可持續物料，提供專業培訓，並且舉辦多元化嘅論壇，幫創作者推進更環保嘅製作設計。齊心協力之下，英國嘅劇場製作行業形成咗一個共同嘅目標，就係追求零排放，明智咁樣去運用資源，將生態責任變成整個藝術圈不可分割嘅核心價值，對劇場有益，對地球都好。等我又分享一啲 Theatre Green Book 改變行業格局嘅成果。首先，參與嘅機構範圍之大咧，係令人鼓舞嘅，好似係 National Theatre 啦、Royal Opera House、Old Vic、Home、Royal Court 同埋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Festival 等等，都係承諾依據 Theatre Green Book 最低嘅標準，做到環保製作。呢一啲都係英國表演藝術界頂流團體，佢哋都身體力行，影響十分巨大。加上行業嘅協作，令影響力成倍增長。好幾個機構嘅撐場，包括 Theatres Trust、UK Theatre、Society of London Theatre、Creative Carbon Scotland、SIPA、Eco Stage 同埋好多其他嘅組織，令成個行業一齊向綠色未來出發。而制定標準嘅方面，綠皮書就係引路人。佢哋嘅方針集思廣益，重點向除碳、減廢、建立氣候友善模式邁進。呢啲嘅目標唔單止停留喺理論嘅層面，而家已經係好多英國劇場嘅試行緊啦。總括嚟講， Theatre Green Book 無疑係英國劇場界推動可持續發展最具影響力嘅力量。佢哋創立新標準，團結業界，推動實際改革。喺德國方面，兩個 Theatre Festival， 佢哋透過 Forum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 the Theatre 連結全國嘅劇院，建立可持續嘅網絡，推廣學習同埋實踐。好多嘅劇院都成立咗可持續小組，甚至攞到歐盟認證，證明咗國家級嘅協作力量好大，唔單止係靠單一嘅劇院努力嘅。同樣唔可以唔提嘅係英國嘅 Julie's Bicycle， 一個專門推動藝術界、推動環境、氣候同埋正義行動嘅非牟利機構。佢哋夥拍劇院、博物館、藝術節，搞政策嘅諮詢、培訓同埋推廣環保概念入去藝術實踐。放眼國際 A Greener Future 為全球多個藝術節、場地同埋機構提供顧問服務、計算同埋減少碳足跡方案，實用落地，唔同需要都照顧得晒。仲有嘅係 ABTT 英國劇場技術人員協會，一向推廣可持續舞台技術，協辦訓練啦、資源活動啦，推動更多英國劇場技術同埋人士走向綠色之路。咁可持續實踐又可以點樣落地做到真正實行呢？例如紐約嘅 Bernard College Theatre
佢哋回收材料嘅比例咧提升至到60%，基本冇廢料入去堆填區嘅。Broadway 嘅綠色隊長不間斷地咁樣去推廣後台嘅環保信息，而 Stages 就搞網上邊嘅協作，減少出差同埋運送物資同遠程嘅搞巡演。咁講起香港本地實踐咧， APA 有啲咩例子？嚟緊有啲咩新嘅動向呢？喺2023年，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邀請咗6在灣仔嘅講者嚟為我哋嘅學生講解有關回收嘅一啲資訊同埋計劃。呢一個係一個非常鼓舞人心嘅開始，係我哋一個推動可持續發展嘅實踐一個好開始。2024年嘅2月，學院咧又舉辦咗一個有關生態舞台設計 Eco-Scenography 嘅網上研討會，請咗澳洲 Griffith 大學嘅博士 Tanja Beer， 佢係室內與空間設計嘅高級講師，佢哋為職員同埋同學、教師分享咗佢哋知識同埋經驗，大家都覺得好受用同埋好有啟發性。而喺2024年嘅5月，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亦都舉行咗 Sustainability in Performing Arts 論壇，為本地表演藝術機構打開咗討論 ESG 議題嘅平台，推動業界重視可持續發展。2025年嘅6月，學院再搞咗另外一個可持續製作主題網上講座，邀請咗國際頂尖可持續舞台及生態設計專家 Ian Garrett 教授，開展咗一系列工作坊同埋網上嘅會議，幫助學生同埋導師裝備自己，推動藝術教育同埋產業真正嘅改革。同時，學校仲有代表加入咗一個國際性嘅既可持續舞台聯盟，就係之前提過嘅 The Sustainability in Production Alliance。佢哋定期開網上嘅會議，見面做經驗嘅分享，真係有助建立跨地區藝術教育界嘅綠色網絡。2024年嘅8月，部分嘅教師亦都出席咗 OISTED 國際舞美劇場建築師及技術人員組織主辦嘅明日的劇場設計永續劇場國際論壇。佢哋同業界一齊探討未來劇場可持續發展嘅策略，從跨界到全球視野都有新啟發。喺2025年嘅3月，部分嘅教職員咧，亦都參與咗由 British Council 主辦嘅一個相當充實講座 Sustainability in the Arts。而嚟緊，我哋都會積極繼續參與多啲呢一類型嘅活動。另外，喺教學方面，新嘅課程健康與安全加入咗可持續發展內容，全部嘅 BFA 1一年班嘅學生咧都要學習嘅喎。課程嘅內容包括乜嘢係可持續發展啦？點解要重視？點樣去評估同埋唔同綠色生產嘅策略？新開嘅選修科可持續製作實踐 Sustainable Production Practice 都着重培養學生道德價值觀同埋討論綠色劇場嘅理念，期望學生日後可以成為推動綠色表演產業嘅種子。嚟緊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亦都將會連同舞蹈學院一齊開展一個可持續嘅製作。雖然唔可以話係一定好成功，但係今次嘅行動將會成為一個榜樣。日後希望有越嚟越多嘅學院製作都會實踐環保，向目標不斷邁進。可持續咧唔只係流於大機構喎，每個劇團同埋每個人都可以做到嘅嘢咧，包括咗製作可以由構思嘅階段，以計劃重用減廢同埋負責任咁處理，確保全個過程環保。我哋亦都可以參考加入 Broadway Green Alliance 呢啲咁樣嘅團體。又或者係 SIPA 等等啦，形成咗一個本地合作網絡，交流經驗同埋尋找支援。
我哋又可以好好咁樣運用劇場綠皮書作為參考，全程咁投入綠色製作。最後就等我哋亦都成為一個綠色嘅改革者，喺團隊或者係社群裏邊主動實行教育，推動政策改革，推動可持續製作。當然唔會話冇困難啦。綠色嘅物料或者係資源未必平易或者係隨手可得嘅，有時新嘅做法仲會限制創意嘅思維。不過正係因為有障礙，反而會激起更深層嘅合作同埋更有創意嘅表達方式，證明挑戰往往推動創新。總結嚟講，可持續製作已經唔只係潮流，而係劇場新時代嘅社會責任。無論設計創新、機構嘅帶頭，定係草根推動教育，信息好清楚。藝術界已經準備好成為氣候解決方案其中一隻嘅領頭羊。期待下次同大家分享更多劇場可持續發展嘅例子同埋成就。最後想邀請各位，不如試下喺下一個 project 或者下一個 production，同同事一齊考慮下同討論下，我哋會唔會公司有啲舊嘅佈景同資源可以翻用呢？或者一齊去探索下現有嘅資源會唔會引領到你哋有一啲新嘅創作靈感呢？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探索到劇場下一個可能性。